香港最近又有一項新嘅通訊服務噃。係啊，呢種通訊服務係透過一個電話通訊系統，將普通嘅電視機或者係私人電腦連接到世界性嘅專用電報網上邊，咁樣喺屋企或者係辦公室裏邊都可以收發電報啦。用呢一種通訊服務咧，就要利用一條電話線接駁到電話通訊系統嘅電腦上面，而電腦咧就係連接到電報網嗰度。所以用之前啊，就要打電話通知電腦，等電腦將用戶同埋電報網接埋啊。使用嘅方法好簡單嘅啫，用戶只要根據熒光幕嘅指示打入適當嘅信號，咁電腦就會按部就班連接電報網㗎啦。由於世界上係有好多專用電報網，接通到幾十個國家嘅。所以將電訊發放之前咧，就一定要輸入嗰個國家嘅電訊代碼同埋對方嘅資料嘅。當一切就緒咧，用戶就可以發放電報啦。呢位用戶而家就係將一張貨單送去英國，好快啲貨就會運到嚟香港㗎啦。呢一種服務最大嘅好處咧，就係唔需要電訊機都可以收發電訊嘅，尤其係嗰啲商業機構啦。10之8九啊，都會裝咗私人電腦嘅，咁樣就唔需要特別購置電訊機啦。用呢項服務咧，係完全唔受國際時間差嘅影響嘅，而且佢又包括咗一套私人嘅記錄冊，儲存常用嘅地址同埋國家嘅代碼，的確係幾方便㗎。除咗辦公室可以用呢項服務之外啊，屋企一樣可以用嘅，只要將一個附加器或者調解器接咗落個電話，再駁落電視機嗰度，即刻咧就可以收發電訊㗎啦。咦？電話響噃，唔知係咪男朋友打嚟嘅咧？哦，原來係電腦打電話通知佢有電報啊！哈，你估電訊講咩呢？留心啲聽下咪知咯。呢個附加器操作得好方便嘅，攞住個細細地嘅遙控器就可以收發電訊㗎啦。呢項服務除咗方便快捷之外咧，用戶仲可以用呢個電話系統嘅其他服務嘅，例如收睇聯機傳送嘅財經資料啦、新聞同天氣報告啦、體育消息啦，仲有其他嘅資料性服務添。咦，收到噃！哦。原來係外國一間電視台託呢位小姐幫手聯絡亞洲電視，睇下我愛香港呢個節目可唔可以喺佢哋個台嗰度播出喎？哇！呢個節目喺外地越嚟越受歡迎喎。收到電訊之後呢，仲可以用打印機將電訊打出嚟，作為一個記錄嘅。香港嘅通訊一向都備受世界所讚賞嘅，而家又加多呢項服務，相信香港嘅聲譽一定可以更上一層樓啦。